过来看又搁出现食安的问题啊！台北市讲有民众去买鸡卵糕，已经食两喙啊，才发现讲这下底已经生菇。卫生局嘛随派人去稽查，因为伫高雄有民众去食猪排糋，这导游馆内底所有一只家爪走出来，甲这店家讲，因竟然搁直接用手去掠。 民众正伫食这日本式糋猪排，酱料罐出现一只家爪扫来扫去，当时看到到底实在是根本食袂落。甲影片放伫网络顶面，也讲店员甲餐盘收走时，甚至用手掠家爪，虽然无甲收一声服务费，伊讲应该袂过来咯。不敢去了，因为会怕。因为那个卫生问题，我看到没有把关得很好。对，超怕蟑螂的，所以无法接受有蟑螂这件事情。 日本式糋猪排连锁餐厅位伫高雄左营三体社会分店，食安出状况，卫生局人员早起来到现场来督导检查，尤其是酱料罐爱详细看清楚。检查了后无发现家爪，不过业者承认讲影片内底是真的，会依照食安法采取3万到300万块的罚款。就是要准备开店营业，所以我们一切草拟。 另外，这间店前排玻璃桶仔内底鸡卵糕已经拢清掉啊。位伫台北天母的这间有卖食的咖啡店也出现食安的问题。之前有民众买鸡卵糕才食2次啊尔，发现下面有一粒生菇的污点，甲店头反映，店头敢若讲会退钱予伊，互民众是感觉真不满。 因为我们的蛋糕是有一个底盘的，底盘跟那个上面的蛋糕，它底下是看不见的。那外长处看不见，它里面已经有点发霉，就是3天以内水果蛋糕有发霉的可能性。业者讲，店内所有物件拢是因的师傅家己做的，开店8年是头一摆对到这款的投诉。考虑这个鸡卵糕类较歹保存，以后会阁家放伫个电视柜内底。 如查获贩售腐败变质食品或储存贩售逾期食品，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及第44条，处6万到2亿元罚款。台北市卫生局也派人去稽查，若是核查有关是无合格，也依照食安法罚6万到2亿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